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23节到40节，撒母耳记上卷第8章第1节到18节，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更成熟。信仰强调要长进，信仰若不长进的话，就会跟上帝越来越疏离，进而容易误解上帝的旨意。就如同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和雅各一样，他们以为跟随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利益，得到位置。即便是上帝所呼召的仆人，也更应该要学习长进，信仰要更成熟。我们看到以利和他的2个儿子们，另外我们也看到撒母耳年老的时候，他的2个儿子也没有在信仰上面来长进或是更成熟。因此以色列人民要求立王。撒母耳记上卷第8章第1节到18节这样的记载道，撒母耳年纪老迈，他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他的长子名叫约尔，次子名叫亚比亚，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。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取贿赂，弯曲正直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在拉玛，来到撒母耳那里，对他说：看了，你年纪老了，你的儿子又不行你的道，现在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向耶和华祷告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你只管听从百姓向你说一切的话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而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到如今，他们离弃我，侍奉别的神，正像他们从前所做的一切。现在他们也照样的向你做了。现在你只管听从他们的话，不要严厉警告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会用什么方式管辖他们。撒母耳将耶和华一切的话转告求他立王的百姓。他说：管辖你们的王必用这样的方式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驾车赶马，在他的战车前奔跑。他要为自己立1000夫长、50夫长，耕种他的田地，收割他的庄稼，打造他的兵器和车上的器械。他必叫你们的儿女为他制造香膏，做厨师和烤饼的。他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，赐给他的臣仆。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产的，他必征收1/10，给他的官员和臣仆。又必叫你们的仆人、婢女、健壮的青年和你们的驴为他做工。你们的羊群他必征收1/10，你们自己也必做他的仆人。那日你们必因自己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但那日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。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停留在初步的阶段道理，要追求更成熟的信仰，不可只停留在跟随者信徒的阶段，要更进一步的成为门徒，然后更进一步成为使徒，成为受呼召者，
领受上帝的差遣来服侍主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到第12节这样的劝勉。那么我们应该把关于基督的初步信息抛在背后，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。我们不要老是在信仰的初步阶段下功夫，如懊悔腐朽的习俗、信上帝、不同的洗礼、按手礼、死人复活、永远的审判等道理。让我们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。上帝若准许，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。至于那一些离弃正道的人，怎么能够使他们重新悔改呢？他们曾经有了上帝的光照，尝到了属天恩赐的滋味，又已分享到圣灵，且体验到上帝的话是佳美的，也感受到末世的能力，竟然还离弃正道。这样的人无法使他们回头重新悔改，因为他们再一次的把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公然的侮辱他。一块田地经常吸收雨水，生长蔬菜，对耕种的人大有用处，这是上帝所赐的福泽。可是如果这块田地长出来的是无用的荆棘和蒺藜，它就有被咒诅的危险，且要被火烧毁。然而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即使这样说，我们仍然确信你们的境况更好，更接近拯救。上帝是公道的，他不会忘记你们为他所做的工作和爱心，就是从你们继续不断的帮助其他的信徒所表现出来的。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你们每一个人自始至终热心，好使你们所盼望的一切事都能够实现。不要懒惰，要仿效那些信而有恒的人，来领受上帝的应许。信仰不可以懒惰，要努力在信仰上受造就，要长进，要更成熟。诗篇37篇23节到14节，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稳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他虽失脚，也不致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搀扶他的手。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祈求。我们看他常常恩待人，借贷给人，他的后裔也必蒙福。你当离恶行善，就可永远安居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民。他们永蒙保佑，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。义人必承受土地，永居其上。义人的口发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。上帝的律法在他的心里，他的步伐总不动摇。恶人窥探义人，想要杀他，耶和华必不把他交在恶人手中，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。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土地。你必看到恶人被剪除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高耸如本地青翠的树木。有人从那里经过，看了，他已不存在。我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你要仔细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
因为和平的人有好结局。至于罪人，必一同灭绝，恶人的结局必被剪除。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，在患难的时候，耶和华做他们的避难所，耶和华便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。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给我们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同在，不再停留在初信的阶段，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定，信仰更成熟，更能够成为尽心服侍的主仆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